我叫朱伟强，一名户外探险者。过去的10几年，属实有点疯狂。沙漠、丛林、海岛、极地，种种险要的环境都留下过我的足迹。连点枝叶都没有。伴随着经历的丰富，我有了些新的感悟。下去吧。荒野生存是和大自然的相处之道，那么更好的了解自然万物就变得至关重要。为此，我向6位科普 UP 主发出邀请，我将利用我的野外生存技能，带领他们完成他们领域的探索之旅。不同旅程的新奇体验，自然万物蕴含的知识，就是我此行最好的礼物。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都想不到昆虫有多能整活。过来！在这！我感觉你像驯兽师一样，你知道吧？有的穿着吉利服特能装，有的张牙舞爪，贼吓人，还有的是练块的，体型大到你不敢想象。嚯，太性感了！还有的是下锅的，特别香。这一期绝对是勇敢者的节目。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跟着小杨一起去探索他的昆虫世界。每次进山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怎么选的？这次我们专门挑了去到热带雨林当中，雨林环境里面，这里是物种多样性非常强的地方。无论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爱好者，还是对于很多植物学、昆虫学的这样的研究人员来说，能够见到这些昆虫，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的事情。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持最完整的地区，自然而然，这儿成了各种动物生存繁衍的乐园。小杨此次选择这颗云南边陲的绿色宝石，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一起亲眼见证各种昆虫的神奇多样。一会儿我们就会找一个我的老朋友香哥。去年的时候，香哥带我们就去到了这个村里面的后山，找到了特别多的昆虫和当地的神奇的生物。怀着开眼界的期待，我和小杨来到了香哥的家。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香嫂的锅里。此刻，各种昆虫正在浴火断生，散发出奇异美妙的味道。哇呀，这个厉害了！哎，香哥，这些都是啥呀？这个是蜂蛹，对不对？对，这个是竹笋，这个是黄金蚁，1年4季都能见到。我先尝一下啊。我吃过生的黄金蚁，生的黄金蚁吃进去特别酸，对，是酸的。这个好吃哎，是吧？这个好，这个是香，炸过的是吧？对，炸过的。是不是？真的是那种焦焦的感觉，一点酸味都没有。我们尝一下这个蜂蛹啊，你看这个蜂蛹都已经成型了，还有幼虫。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我听说过，咱们这叫水蜈蚣是吧？能找得到吗？找得到。版纳还有一种中国体型最大的真正的蜈蚣，很多人会称它为红龙，但是它更正式的那个中文名叫做哈氏蜈蚣。它是保护的吗？它不是保护动物，但是 OK，它只有在像云南、海南这样热带的地方才能够看到。你有吃过那种东西吗？你有没有觉得像是在 B 站那个节目叫《奇食记》啊？就你看，奇食。我们今天正儿八经是奇怪怪的食物。这里的环境它属于热带雨林，那代表着说，其实就像我们周边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它有很多的蛇虫鼠蚁，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寻找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很多的小麻烦。这次的重点是要避免这种小麻烦最终产生的大麻烦。好，谢谢香哥，再见。一路上小心点啊。好的，再见。拜拜。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天堂，我们的世界了是吧？品尝了奇奇怪怪的美味，告别了热情的香哥，我和小杨正式踏上了寻虫之旅。我们打算从纳卡村出发，穿越村边的橡胶林，翻越碳酸盐岩形成的山峰，深入雨林去感受小杨所说的最极致的雨林生态。其实橡胶林的生态比较单一了，我建议分头来找。我们重点找2样东西。我个人建议，一个就是橡胶树的树皮表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跟树皮的颜色非常相似的昆虫，然后还有就是旁边这些落叶层底下，哎，这啥？这啥？表面哎，这好几个盲蛛，这怎么感觉是个姜啊？就是个姜。朱伟强啊，过来，咋的了？
节目效果等一下太假了。这个太扯了吧？你看，我看到了，我已经了，看到了，它跟这些白点完全融合在一起。完全就像这种死去的或者是灰白色的地衣，我们通常会称之为白毛重珠，或者叫版纳重珠。每个人小的时候在家里或者在老家墙上会趴着一个那种巨大的大蜘蛛，那个是白额巨蟹蛛，它属于白额巨蟹蛛的一个亲戚，但它生活在雨林里，生活在森林当中。这个有毒吗？毒性比较弱，它能不能？它可以放手上吗？可以，只要你不去捏住它，或者吓唬它，它还是有点抵抗。它可以很牢的、紧紧的扒在树皮上。它有点抵抗。哎，好了，恐怖的不是蜘蛛，恐怖的是消失了的蜘蛛。对，在那边。那在这上面了，看到吗？啊。哎，走吧，走吧。再往前面走就是丛林了。手里的。来吧。哇，这里要钻一下了。啊！1、2、OK 吗？这个时候腿短就没有优势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可以。其实，在这种地方找虫子也挺困难。恰巧我们现在的这条必经之路是丛林的最低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穿到往上走，要从这里走到稍微开阔一点的明白区域。对。有小溪了。哦。我觉得我们走水路吧。对。因为走水路的话，起码快它会比较快一点，我觉得。对。哦。搞定了。这是溪流当中典型的溪蟹。它竟然是紫色的。对，泛着紫色。你帮我拿一下，我觉得这里有机会可以抓更多。这种身体外壳泛紫的溪蟹，而且这是一只雄性，它有很大的一对大螯，它腹面的鳍是尖锐的一个三角形。我搞了个竹筒。哎，还是你行啊！放个洞。当石头也像看盲盒。哎，等一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什么东西？这里有只大的。哇，你看，你待在这里，你是不是傻啊？这是大，这是母的。哇，这只很大呀！这是大，这是可以，这只很大呀！这是可以。哇！就是，哎，咋了？嚯，太性感了！这啥？这是一种螳螂啊！像一片叶子。它回过头来了。嘿，兄弟，中南拟节螳，我可以抓它吗？你可以。它往往正常情况下，它会第一反应会把手举起来，然后让自己更像一片枯叶。这只还挺，它像一只史前生物一样。它不会咬我啊？不会咬。这个我们专门去找还不容易找到，就在种植的那种茶树林当中，会更容易发现一些。上一次找到它还是很久之前了啊！哎，小心！你看它威吓的样子，螳螂拳。它刚刚拉我，你看到吗？对，它把你的手认为是一个很有威胁的东西。这种螳螂经常还会装死，就是你在发现它的时候，你去干扰它，它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自己缩起来，然后滚到地上去，滚到落叶丛中，然后鸟啊其他动物就发现不了它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哪里去？让它跳回去。真的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而且是在白天发现的。Good luck， 往上吧，走吧。啊，好。此时急于开路看地形的我大意了，没有留意身后的小羊正在遭遇人类溯溪难题。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现在几下小打滑，差点造成了后面的大麻烦。感觉走进了一扇门一样。胶门。哎，干嘛？你看那片叶子的茎的背面，你仔细看，那是一只其实外形很奇特的蜘蛛，也是热带地区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角色。是像一个牛角一样的吗？啊，对，那两个，它的名字叫弓长棘蛛。我们试着先把它取过来。抓蜘蛛呢，最重要的方式是先把网伸到它的身体下面。如果它往下掉，我们就不会丢失目标。离我们有点远。
来，很性这感的东西。像一颗白草莓，好不好？哎，它的正面真的很像白草莓，是不是啊？上面撒满了草莓的种子。它这个刺儿既不能蛰人，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作用，但我至少能够明确它其中一项作用是适合人类把它拿起来，很趁手。好了，我们跟他说再见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一下庇护所的位置。祝你好运。已经有点黑了，我觉得我们要找个地方了。该找一个今晚的落脚点了。这里有水，这块地倒是比较平缓。这里的话，我觉得比水面要高出差不多的4、5米，是相对安全的。那这一块要么清理一下，要不然不平睡的不舒服。我俩这个帐篷比较小，我们俩要挤一挤了，没关系，我们挤挤更暖和。你抓鱼，我先把火升起来吧。这个游戏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啊，总不能做到颗粒无收吧？这么难吗？这个游戏不行，我绝不能空手回去，你说对吧？在水流急的地方很容易丢失目标。哇，风浪越大，鱼越贵。螃蟹可以吃喽！来，我把这个大的给你吃，你辛苦了。先把这螃蟹吃了。哇，这螃蟹很肥啊，贼肥，我跟你讲，啊，真的是满肉。就是你有的时候品尝过最纯正的大自然美味，吃饱喝足，准备躺倒就睡。但正当我要开启夜间模式充电的时候，谢谢你们小杨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却又极具诱惑力的想法。其实晚上的时候正是很多昆虫会出来活动的时间。对，伟强老师啊，吃了这么好的肉，嗯，一会儿还有体力，我们在附近再转转吧。那必须的。有一些蜘蛛，它的外形就很像一个枯叶、枯枝什么的。哎，干什么？你看我手电筒关的地方，我都不让你盲找，你能看到，在叶子背面，在叶子背面。我等一下，我把我的 GoPro 怼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Amazing，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我们等一下，是不是他？对，是的，你要小心，要接住它。它如果装死的话，很容易往下掉。它身体表面的光泽在夜晚的灯光下，会显得和周围的其他叶片稍许有些不同。没有，我觉得一毛一样。哇，这个东西，神物叶修，它严格来说，它其实是竹节虫的一员。哦，它直接装死下来了。哇，完美！哇，这怎我们么可能？去观察叶子背面，能够发现的。哇，你看，你即便现在把它捧在手上，谁能想到？不，这竟然是一只昆虫。这是我目前为止第一次看到如此牛的伪装。叶修，我们也可以喊它另外一个非常好理解的名字，叫叶子虫。它负面的颜色会深一点，它背面的颜色是比较浅，所以它经常是躲在叶子的背面，然后自己的肚皮露出来，没有关系，它和深色的叶子表面是相似的。我这样，我轻轻地抛一下它，它可能别吓我！我轻轻地抛一下，它可能会来，你这样，你对，丢到我手上。好，它有动一下。我轻抛它。好，它的脚出来了，一只脚，你看它的一条腿出来了，看到吗？等它认为自己的伪装失效了以后，它会爬起来。 OK，都出来了。好你看，我现在全部出来了。好，它不咬人啊。不咬人，不咬人。 OK，但它既没有尖锐的牙齿，又没有外壳，又没有会飞的翅膀，走起路来也这么慢，所以在大自然里要想活下去，对，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看它的屁股。你看它现在走起路来的时候，它的屁股就开始翘起来了，更呈现出一种卷曲的叶子的感觉。哇，嘿，你好，可以挂在上面。喂，你爬到我身上来了。乖乖，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它？把它放回去吧。目前国内所有野生的叶修都是2级保护动物。对，放到一片平整的树叶上。我们继续再发现好吗？伪宗强者叶修，完美融入其中。树叶内部自我排查3天，估计都难以发现。他们之中出了一个叛徒，我看懂了，但我同样大受震撼。正如小杨所说，夜晚是昆虫的 show time。除了将拟态发挥到极致的叶修，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大家伙。真的得看得很细才可以。哇，本来我们应该在更高的位置，有可能会发现它。这个是啥？这么大一只啊！还记得这啥？巨拟叶钟是中国最大的钟丝。钟丝在古人的看法当中是一种非常能生后代、多子多福的象征。
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见过类似这种东西，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对，没有。其实跟它长相类似的，但是体型有点小的，种类非常多。我们先让它扯到树枝上。OK。哇，真的很大。你这是在弄它吗？对，我想通过这样的轻轻的按压的方式，让它摩擦自己的翅膀，然后发出非常嘹亮的叫声。把它捉住。哦，听到声音了。哦，哇，我感觉你像驯兽师一样，你知道吗？但它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是在代表什么？它此时此刻它是想，它肯定是心情是不满的。对，但正常情况下，它在树冠高处发出这样的叫声，是为了吸引远处的雌性。我想上手一下。不要用力拉它，因为它的爪子很锐利。你看它的前胸这里的铠甲非常的坚硬。哇哦 ，beautiful。他们以什么为食？他们是素食主义者，就是吃树叶，而且主要是吃3颗榕属的。其实我在仔细的看它这个翅膀，包括它背后的这个铠甲，就对我而言，感觉它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种地方能发现啥？这种植物，这片应该没什么东西。感觉这些。等一下，哎，等等啊，小老师，什么东西？这竹节虫，这个我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竹节虫，为什么？这是国内数1数2的超级巨型的竹节虫，确实比我见的之前大。超级巨型。感觉它手臂上都是刺。它如果说断了一条腿，它还能再长出来吗？这是一只成体了，它已经成年了，不会再长了。哦，如果它在幼年时期断腿的话，它会随着每一次的蜕皮，会继续把腿长出来。它紧张的时候，它的伪装方式就是把自己的2只手向前平举，对啊，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根完整的树枝。轻一点，轻一点。好，不抓它，不抓它，不抓它，对它比较脆弱。哇塞，尖峰岭巨树梢，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尖峰岭彪梢，彪形大汉的彪，也是用梢这个字儿来指代竹节虫这个家族。这简直是 amazing。我真的觉得你是个驯兽师。主要是它们性格好。其实很多虫子，只要我们不用力去捏它、去刺激它，它们表现出来的动作和行为是非常温和、平缓。那你就带着它吧。有意思的。哦，这里有些比较大的树，这种大的树上会有什么东西吗？哎，你看，什么？那个东西还也挺有意思的。你看蛾子吗？对，它被这只蜘蛛给缠住了。虽然它不罕见啊，但其实也是蛮有代表性的。算是国内会结网的这类蜘蛛当中体型最大的。这是一只斑络星腹蛛，这只体型你觉得算大吗？还能更大，因为你看它这网其实已经不小了啊。它这张网非常的坚韧，能够捉到像飞蛾呀、大型的蝴蝶，甚至包括一些小型的鸟类都有可能会被困在这张网上。那得要很大的斑络星腹才可以吧？是的，凡是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这类大蜘蛛，它们的性别都是一样的，雌性的斑络星腹蛛才能长到这样让我们看到并且觉得震撼的体型大小。运气好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在网上看到她的老公，斑络星腹蛛的老公，非常小，我跟你讲，只有它的指甲尖、脚趾头尖那么大。是那个吗？哎，是不是？但我现在不能非常确定的回答是或不是，因为还有另一种和她老公非常像的米红银斑蛛，完全是在她网上蹭吃蹭喝的，纯纯的。你看到吗？那边还有一只，这只是蛾子吗？还是？哎，这是红色的，貌似还是那种会蹭吃蹭喝的，纯粹的小偷。走吧，让它吃东西吧。晚安，晚安。祝你用餐愉快。有了。朱伟强出去打野了，你看，我就找了些竹叶，有没有喝过竹叶茶？没有。那我突然觉得这日子有点惬意起来。哎，那必须的，在野外也要让自己舒服起来，是吧？见证奇迹的事。对，但它看起来会比较脏哦。没事，哪有你脏？来，继续。啊！他开始。哦，听到这个声音了。喂，滚水，1分钟滚水。野外的水，我还会让它持续的在这里滚上个多长时间？大概2、3分钟，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最有效的去除，就比如说这些水里面当中的一些细菌。这个其实通常我们用在没有容器的前提，或者说你想快速煮水，我给你尽可能的给你这种没有那么黑的。可以。这种炭火都是经过这么高的温度去消毒过的，实际上它是安全的。
有那个竹叶子的清香竹叶子的。清香，可能会带一点点木炭的味道。郑老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当他看到一些让他非常激动的东西之后，他可以非常快速的用他的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用语言来去表达出来他这种感受。第二天的行程，我们继续沿着水流前行。第一天的小溪汇入了河流，湍急的水流给我们的行进加上了难度，而长满青苔的石块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很快，小杨便停了下来。哎，阿强，你等一下，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左膝盖的情况。上次扭完以后，现在还是比较痛。我帮你用弹力绷带给你稳固一下。户外徒步受伤在所难免，要紧的是及时处理。我使用了一种8字缠绕法，利用弹力绷带，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膝盖减负，在之后的行进当中就会舒服很多。终于上岸了。哎，我跟你讲，你的登山杖有了，我看到竹子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一支登山杖的诞生。好，取名毛毛。哇，这里太深了。等一下，你看那，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一只在版纳地区挺常见的，棕背树蜥。凑这么近了，你还不走？它可能站着自己的颜色和周围的环境很相似。快哦，小老铁。好，可以放手了，轻轻的。对，你好。棕背树蜥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它身体两侧有这样的白线，像龙一样。对，有那种鳍，它是那种会不会？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它不会，只有变色龙才拥有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把舌头吐出来那个技能。OK， 好，轻轻的放下来，手慢慢的没过。OK。哦，哎，它会。你看，它会左右摇摆的身体。它真哇，它上去了，它真会。哦，我的妈呀！可以啊，这儿。这叫什么？冲击平原。然后在这个周边要撒一圈那个驱蛇粉。我们只要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给唐老师画了一个圈一样。此时我们已经深入雨林，各种蛇虫鼠蚁常常不请自来。为了防止它们过于热情，营地防护必须到位。阿强，我马上就要把火升起来了。能抓几只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来个齿轮烤串。本来这个我要是平时的话，我是拿回去养。对，不过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新的维度去认识它。小杨老师，哎，有火了。1、2、3、4，一顿操作猛如虎，回来一看250。这个是好东西，这是水苔。就我们野外生存的时候，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就是吃这种正常人都不一定发现得了的东西。看看，这是什么？哦，水苔。你知道这种东西让我想到什么吗？想到什么？你有自己处理过家里的阴沟洞吗？有的时候堵住的时候，一勾勾出来全是全是长头发。但是，今天我们要吃它。小街夜，我中意食。这个水藻，嚼起来真的很像海苔的味道。很清脆，喂，好吃的，它味道很独特，感觉像某种海鲜，有点像是烤虾。不如我们趁着现在去周围再转一转，可以啊，看看晚上还会有什么发现。吃饱喝足，我跟小杨开始了第2次的夜探。此时的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热带雨林的中心地带。有了上一次的昆虫奇妙夜，今晚林中的朋友们将会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就我的意思是，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嘿嘿，这个东西，这也是在西双版纳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热带物种。它是千足虫家族中的一个，应该是国内体型最大的一个成员。这是这是孩子吗？应该是另外一种，应该是另外一种。我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抓地力。就是这个，只有亲身体验才会知道，它一旦在你手上走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感觉是那种1000只脚在开始按摩。
让他们好好待在这里。真有意思，他们是大自然里的分解者。朱宇强，干嘛？阿强，你从我这个角度看，或你过来一点。哦，我跟你讲，不是每一个到西双版纳的人都有机会见到这个东西的。这叫什么？你说？兰花螳螂，正式的中文名叫做缅花螳。冕就是头冠的意思，你看它两只眼睛之间还有一个尖锐的，像戴着一个小帽子一样的凸起。怎么会都集中在这一带？可能是这里比较潮湿，兰花螳螂蜕皮的时候就需要比较潮湿的环境。哇哦！兰花螳螂这种伪装，它不但能够伪装保护自己不被天敌发现，它的这个外形甚至可以吸引一些访花的昆虫主动靠近它。在这！刚刚被我看木头给吓出来了。哇！这个是有毒的吧？有毒的，典型的哈氏蜈蚣。以前的时候有一种叫五毒，中国无法所谓的五毒，至少壁虎是没有毒的。这个说法不够严谨。哎，它刚好爬到这块木头上了。这个，以前的人甚至拿这个来泡酒的。在民间一直都有。民间一直都有这个泡酒的。那肯定，那是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在我实际碰到它之前，它还算跑得慢的。我甚至可以试试看。干啥？你小心点，大哥。我小的时候就养过一种，也是很大的蜈蚣，我在家里养，偷偷养。我记得当时放学以后还往它的盒子里面丢那种小青蛙给它吃。有一些红龙蜈蚣会长得更大，它会有意识的想回到地面上。它现在还是跑得慢啊，还是没有开启全力冲刺的状态。它会跑得很快是吗？它可以跑得很快，实在要跑就让它去吧，很美。他们在蛇干嘛？你看，看那里，哪里？哇啊！我们终于看到了蛇，绿的发光，太美妙了！你看，哇，看能不能好漂亮，如我们所愿。真的好漂亮，这真的好肥哇！这真的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条竹叶青了。这条好大，我现在好，我去，来了，完了，先控制它一下。没事，它跑不快，竹叶青跑不快。不，那个主要是摄影老师啊！哇塞，你太美了！快！竹叶青漂亮，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条真的很大，哦，出来了，小心！哇，非常标准的三角形的脑袋，小心。但是在野外，就判断这条蛇是不是有毒，看它的头型不是绝对有效的。在国内，像绿色的蛇其实有好几种，唯一对人类可能会产生重大伤害的就是它，竹叶青。我来这个时候分析一下刚刚小杨老师的一个操作方式，他一直在抖动它，你们有没有发现？对，只有抖动它的时候，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锁它想要往回攻击的一个方式，可以打消它的施法它会松掉啊，它会松掉，把它的前摇给打断。对，它真的非常漂亮，很漂亮。但我觉得就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在野外千万不要这么操作，一旦操作不好，你整个野外行程就全部都会被摧毁。来，我们试着让它爬到它喜欢的树枝上，让它慢慢往上走，从哪里下来的哪里回去。哦，你看它的脑袋上这种鳞片，对，就感觉像是一种，对我而言是一种龙鳞纹的感觉。哦，像龙一样，是不是？它真的好漂亮。不打扰他们了，走吧。祝他们晚安吧。晚安。其实来到这里的初衷非常简单啊，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大饱眼福的机会。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真的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在复杂的雨林生态当中，这些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为了生存，演化出了很多这样极致的外形，或者是极致的生活特性。看似平静的、美好的、漂亮的雨林风景当中，其实这里面却诞生了各种各样非常激烈的竞争演化出各种让我们看到以后瞠目结舌的奇妙的物种。而在这样的旅程过程当中，我也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眼里的昆虫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这一次跟着小杨老师，来到了小杨老师的昆虫世界，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原来在这么
奇妙的这个生态当中，还生存着这么多原先我认为是食物的东西。以前的昆虫呢只分为2类，一类是可以吃的，一类是不能吃的。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多了一种，值得让你去记在脑子当中的，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对大自然的认识。